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会当伫遮尔水的清早，咱会当伫遮尔水的圣殿做伙来敬拜俄罗咱的主。我相信吼，咱刷来要唱的这块诗歌，你一定会感觉真熟。有人咧讲啦，讲这首圣诗会当讲作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会歌啦。因为这首圣诗会入来甲咱台湾甲这个吴威廉牧师夫妇有真大的关系。咱拢知吴威廉牧师是接续马偕牧师伫咱北部福音事工的推展的一个真重要的宣教者。这块圣诗就是当初由吴威廉牧师娘所引进入来咱台湾的。咱知影讲，咱这个吴威廉牧师娘，伊对咱台湾教会这个音乐的事工有真大的贡献。伊也引进真济真水西方的迄个诗歌入来咱台湾，伊也同时培养着真济咱台湾早期的圣乐家。咱这块诗呢，这块圣诗呢，伫1992年经过萧泰然教授的重新编辑了后呢，这首诗的赞词更较济无共款的变化。所以咱等下透过这首诗歌来感谢上帝，为咱陪伴台湾有遮尔济、遮尔好的宣教师，甲遮信徒。无，咱等下来做伙用圣诗第645首，圣诗645首，咱就来吟诗。唱这首圣诗的时阵，我感觉我回到那个小时候，咱在参加运动会时阵有无？然后唱迄个很有朝气的歌吼，真好。咱用这首诗歌来开始。那第二首呢，咱要来唱180首圣诗，第180首。这个旋律吼，甲咱常常咧唱，伫个聚会要结束进前，唱的找肯祝福的歌391首，会当讲是要讲啦。总是有小可所在无共，我想为大家来提醒一下。伊
分别伫咧头前2句，哦，专营独一的王，万人所着敬尊重。第2甲第5小节，伊甲390无啥共，也煞尾上尾啊2句也无啥共，所以等一下咱咧唱的时阵吼，小注意听咱竖琴弹的旋律，哦，好无？咱这首来吟第1节甲第3节，第1节甲第3节吼。专营独一的王。小块旋律无共款，是毋是听起来更较活泼？哦，这是180首。咱今仔日吼要来唱的第3首圣诗是第363首，圣诗第363首，3甲8饼，咱共声来跪落。哦，8饼这个饼伫咧古约内底是济献祭中所讲的数字。哦，8饼这个动作伫咧圣经呢真趣味，总共出现21摆。总是伫旧约只有出现1摆，是伫咧利未记2章6节。伊安尼讲，就甲伊爬做细地，天游伫顶面，这是数字。哦，总是爬饼这个动作真密集的出现，是伫咧新约，尤其是伫马太、马可甲路加福音书的记载，耶稣透过爬饼，耶稣透过爬饼行。五块饼、2尾鱼的神者，也7块饼甲9尾鱼的神者，煞落来，耶稣也透过爬饼，搁1摆来显明讲，伊是咱正人的赎罪祭，毋若是正人的赎罪祭，也是迄个上纯洁、上无啥处的所在。哦，所以呢，毋通咱来收圣杯甲圣饼的时阵，咱透过圣灵的感动、圣神的感动，咱会当更较明白耶稣基督对咱的恩典，也上帝对咱的慈爱。哦，咱做伙来吟363首。Lord.
请咱备办心来敬拜上帝。既然咱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上帝的囝耶稣，伊已经上天到上帝的面前，咱着坚守所宣认的信仰，所以咱着好打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做咱需要的时的帮赞。咱三个来念圣诗，圣诗645首。圣诗645首，咱就来吟诗，请咱起立来吟全首。Oh
咱同心来祈祷。万关的主，阮当来到教会要来敬拜，甲早前阮的先辈，因着爱行真远的路途，才有礼拜堂相比。真紧，阮通来到教会，毋过煞有时疏忽眼前，无够额时间备万心、安静心。虽然现在的礼拜里边，总是若无主动，也是无受到拘束限制的时，阮更加意爱来到上帝的殿院，甲同信的兄弟姊妹同心敬拜，有敬虔准备好势，奉主的名聚会，主就要伫迄中间。天要互你的囝儿有权利向你祈求，总是阮若无相信，信心无够，有时嘛袂晓求，凊彩求，黑白求，就拢无通得到应允。求主帮助阮操练祈祷的功课，找求主的旨意是甚物才是。阮谦卑求讨，若下你的旨意，你就要甲阮成。搁天父所要成的事，是超过阮所想、所爱、所求的。去年选举了后，地方甲中央政府的长官有的有替换，行政团队调整，恳求主保守各阶层的机关有好的政策，提升服务效率，利益众人。面对国内外局势变动威胁的时，有上好的政策甲行动来保护徛起伫台湾的百姓。乌克兰的战争将近要1年，失去真侪性命、财产，喜乐甲安定的生活。有消息讲双方拢增强，在准备攻势，要做最后的决战。恳求主怜悯，互交战早一日煞，伫迄地区恢复早前的平静和乐。2月初6清早，土耳其甲叙利亚的大地震，震动非常厉害，大部分的建筑物倒坏，真侪人伫困眠，无法度走出来，失去性命。恳求天父固守这个灾情，互世界各国救援物资顺序进入，来安置医疗伫寒冷天气的灾民，以及紧紧推动复原的工事。今日要召开会员好会，来看浙南教会2022年事工的报告。恳求天父保守阮做无够的工课，继续努力。有欠缺的所在，通赶紧加强补填；有小可成果成就，持续保持。恳求主赐阮气力甲信心，通伫今年搁较认真致意所交代的。主要运行伫阮同心服侍的事服侍，求主眷顾阮众会友大细，无论拄着光明还是黑暗，有耶稣基督伫阮心里，生命生活充满喜乐甲平安，心神身体有主安慰扶持看顾，主所赏赐的福气，互阮富足，无甲迄个忧愁。今日是咱的主的圣日，咱毋通忧伤，因为对上主所得到的欢喜是咱快乐。这是阮同心要照主耶稣，甲是阮的祈祷来出声。阮伫天面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代无尽，阿门。请坐。咱来看圣诗后面的启应文，启应文第40篇，启应文40篇，咱三甲来交托。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伫树后，
现在，现在，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夫天使陪我来我遮。将炭捂我的嘴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咱三甲过来念圣诗，圣诗180首，圣诗180首，全能独一的王，请咱起立来念全首。请坐。同心过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有指示阮心着存智慧，搁引带阮爱行着正直的道路。主啊，恳求你帮助阮，通听探真理，也保护阮的心神，互阮的脚步离开邪恶甲不义，时刻跟对主。日日进步，主保守阮免受一切的灾害。阮要坚心信靠，所行所做归荣光伫主。祈祷靠无罪的主求，阿免。咱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新约马可福音第11章，咱要对12节看到25节。隔日，耶稣甲门徒对伯大尼出来的时，耶稣腹肚枵，伊伫远远看到一丛有真侪叶的无花果树，就行wat去要看有果子抑无。伊行到遐树顶叶仔以外，拢无看到半项，
因为毋是无花果的季节。伊就对迄丛无花果树讲：永远无人会搁食你的果子。伊的门徒拢有听到。后来因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入去圣殿，起手将伫殿内伫买卖的人赶出去，搁车倒换钱的人的倒，甲卖粉鸟的人的椅。伊嘛毋准摕物件用圣殿做通路过来过去。伊假是因讲，圣经减无记载，我的厝要叫做万民祈祷的殿，恁煞甲伊变做土匪仔窟。这县长甲经学教师听到，就一直想办法要害死耶稣。毋过因惊伊，因为群众对伊的假释拢真感服。黄昏时，耶稣甲门徒出去城外。较早起，耶稣甲门徒对遐经过的时，看到迄丛无花果树规丛拢倒去。彼得会记日就甲耶稣讲：“列比，你看，你就做迄丛无花果树已经倒去。”耶稣应讲：“恁着信上帝。我实在甲恁讲，无论什么人对即座山讲起来去填海，伊心若无犹豫，信所讲的一定会实现，嘛会安尼互伊实现。所以我甲恁讲，恁祈祷的时，无论求什么，信已经得到，就会得到。恁徛伫祈祷的时，若对某人心有不平，就甲伊赦免，安尼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的过失。愿上帝的话进入咱的心，成做咱头前的灯，路上的光。即时要请阿萨士班来献诗，主伫即所在。
即时请黄牧师来讲道洁净圣殿，甲无后歌唱。弟兄姊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真多谢24班带领咱通过主伫即所在即首诗歌，引带咱来敬拜。主伫即个所在，咱今仔日也要甲主三个同坐倒，也要来召开2023年的会员好会。数算过去一年上帝的带领，也要将这个新的一年交托仰望伫主的手中。其实伫今年的开始，咱就拄着侪侪的挑战。伫咱的中间，嘛有几啊位的兄弟姊妹患病、手术，但是咱仰望交托伫主，伫主的保守的中间，拢会通渐渐得到恢复。但是咱伫世界的中间，除了这个战争持续，威胁愈大，咱来求上帝来怜悯咱的世界。第2月7日，土耳其叙利亚的这个地震，今仔日的报道，死亡的人数已经将近2万人。愿主来帮赞安慰受灾的百姓。其实耶稣伫世间的时阵，也经历侪侪的苦难。咱对马可福音11章开始，咱就会当看到耶稣基督伫这个受难周内面的这个故事。虽然敢若有短短的7日的记载，总是占马可福音1/3的篇幅，所以可见受难周的记载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伊所写作的重点。迄是同款，伫迄个大迫害处境的早期的信徒来讲，因就哪亲像咧经验迄个受苦的处境，所以当因咧看这个记载的时阵，搁较会当去感受到受苦的中间，咱如何来去面对。伫马可福音第3章的时阵，牧师已经有介绍过，马可福音的作者有一个写作真特殊的一个结构，就是 sandwich 三明治的结构。今仔日伫第6章以后的到第11章，搁一遍来出现这款三明治的结构。咱今仔日所读到的经文，上顶头的甲上下骹站的是讲到无花果树，中央是夹着耶稣清起圣殿的记载。咱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12节到14节遮所描写的耶稣的救助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时期是伫搬过节的时，搬过节犹太人规定，既然住伫耶路撒冷20公里范围内所有的查甫人，拢爱到伫圣殿去参加搬过节的这个节期。若是住伫国外较远的所在，一世人至少爱有一遍转去耶路撒冷参加搬过节这个朝圣，因爱进入圣殿内面来献祭。以前我嘛提醒，耶路撒冷城的人口差不多3-4万人，总是搬过节的时阵来参加节期，甚至有到100多万人这款的情形。第1节内底咧讲，第2日就是受难周的第2日，迄其实人非常的多。要伫受难周的中间去城内找一个所在来住，其实是真困难的。所以耶稣甲伊的门徒住偌远，因住伫耶路撒冷城的东边3公里外的伯大尼，3公里偌远，差不多对咱济南教会行到迄个
北区的海霸王，我较过迄个台北美术馆，差不多迄个距离。所以耶稣因透早起来的时阵，因就爱爬过迄个橄榄山，行3公里，才会当到伫耶路撒冷的城内。因透早对伯大尼出门，一边行可能是透早腹肚枵啦，但是耶稣看到远远的所在，有一丛无花果树，顶头拢叶啊满满，伊就行过去，想要看顶头，敢有无花果会当挽落来食，做早顿啊。无花果树有一个特性，有叶啊，一定有无花果的果子。现在是半季节，就是春天的时阵。春天的时阵，无花果树叶啊较细，若有果子嘛是细粒袂甜。所以经文内底安尼讲，这个时期毋是无花果的季节，因为无花果爱等热天的时阵，叶啊生了足大，伊的果子就大，甚至叶啊大甲会通安怎？会通做裙围伫身躯，若亲像创世纪内底记载，亚当夏娃犯罪了后，看到家己无穿衫，就安怎摕无花果树来编做裙来甲围起来。伫遮咱看到有一丛无花果树，叶啊满满。照理叶啊满满，一定爱找着果子才对。虽讲伫春天的季节，至少迄个果子细粒，挽落来食。但是圣经内面咧记载讲，耶稣伫迄个所在完全找无啦。所以耶稣就上做即丛无花果树，对打以后无人，永远无人会阁食你的果子。听到安尼，看到即个经文的时阵，过去真侪人咧读，讲耶稣脾气太会较尔歹。加利文嘛是安尼解说呢。加利文咧解说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干嘛生气？迄脾气较尔歹，甚至有一个英国的哲学家，伊嘛是一个数学家罗素，伊捌写一本册，伊讲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伊咧讲为什么我无要做一个基督徒？伊伫册的中间就写着这个故事，讲耶稣上做这个无花果树。啊，明明迄个都毋是无花果修行的时阵，当然找无啊。所以伊伫迄本册中间，伊的质疑耶稣你的智慧伫大，耶稣你的脾气太尔歹。所以讲的，伊就讲，这就是我为什么无要成做基督徒的原因之一。真趣味，咱若爱读的时阵，咱检采嘛有即款的疑问。为什么耶稣要上做这丛无花果树？敢讲耶稣安怎腹肚枵？有的人腹肚枵的时阵脾气歹呢，确实有安尼。阮囝就是啊。但是咱莫袂记的，耶稣捌伫旷野40日久，无物件通食，伊嘛赢过魔鬼的试探。所以我相信耶稣的确毋是讲早顿透早出门，腹肚枵伫遐生气，无啦。人就经过40日无食物件，就拢无安怎。伫早前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伊安尼讲即丛树仔有啥物毋对？伊讲耶稣要用一个行动来象征，用个行动来象征。这款的解说会提醒咱，这个上做无花果树是一个象征的意义。什么款的象征？因为无花果树也是葡萄树，伫圣经内面拢来象征以色列这个民族，甚至嘛喺描写将末的时阵，上帝要束缚太平伫人的中间。先知米迦就安尼讲，人要伫家己的葡萄园、无花果树享受太平。这是米迦书4章第4节。
甚至伫撒迦利亚3章第10节的时阵，安尼讲有一日时若到，咱每一个人要邀请伊的厝边来，伫葡萄树、无花果树骹享受安宁。所以咧，圣经讲，伫末后上帝平安临到的时阵，咱会通坐伫无花果树的树骹啦。伫迄个中间是充满平安的，这是一个真水的景象。但是对伫迄个无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旧约的圣经内面来讲，这是咧象征以色列社会的腐败。先知米迦就安尼讲对无花果树顶头找袂到所存的果子，甚至伫米迦书第7章第3节安尼讲，迄当时的社会充满做歹的专家，做歹阁有专家呢，甚至做官法官、劣色受这个贿赂，有关系的人甲因结党，现代中文译本讲狼狈为奸啦。这就是安怎，亲像无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所以安尼，咱看起来，伫先知的传统的内面，无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迄已经象征上帝要审判的对象。所以对伫这段，咱讲三明治结果的经文内面，检采嘛要延续先知的传统，要来说明无结果子受到咒诅，迄是拄啊好而已。迄象征圣殿甲犹太宗教的腐败，上帝的确要安怎要审判。所以咱看第2段，就进入这个三明治的中迄段15节到19节。其实照迄当时的圣殿规矩，伫圣殿的外院会通有点仔来服务这朝圣客，互因会通伫遐来买祭面，甚至换钱伫遐来献祭，伫遐来奉献。因为圣殿的奉献，敢若规定爱用犹太人的钱，才会当奉献。因为外邦的人的钱顶头拢有外邦的像，所以因认为迄款的像的钱来奉献是无合宜的，所以因就会到伫圣殿外院的点仔去遐来换。虽讲这个外院的点仔表面上看起来拢是合法的，那亲像咧服务所有的这个朝圣客，是为了帮助大家伫遐来献祭。表面上是安尼，但是伊真正的问题出现伫什么所在？出现要换的时阵，要有汇率嘛？迄个汇率非常的悬，甚至这点仔因的出租，拢是祭司伫遐抽成，伫遐分红。其实内面都暗含侪的欺骗、贪婪，所以耶稣伊有看到这个外口表面上的敬虔，迄个表面上的敬虔，就哪亲像迄丛无花果树，外口有叶啊满满，但是安怎无结果子啦？这就为什么耶稣徛边伫迄个所在，赶出做买卖人，搁车到这个换钱的人的椅仔，因为伊要将圣殿恢复伊的本质，是为着敬拜，为着要来亲近上帝。耶稣伫世间的传福音的时间真短，伊只有短短的3年半的时间，更何况即马已经进入最后一礼拜受难周，所以对伊来讲，时间非常的迫。也因为安尼，伊采取真激烈的行动，伊伫遐来将这世俗的信仰、表面的敬虔安怎，甲挖出来。迄
当时有真侪文献会讲起掌管圣殿的大祭司家族，迄拢好爷甲哪当地的首富啦。唔干那好爷，甚至是腐败，甚至暴力。迄当时有一寡文献，包括列比的文学，伫迄个死海边啊困难古卷，也是历史家Joseph的记载，拢有记载迄当时祭司家族的腐败。罗马时代迄个历史学家约瑟夫，伊伫一本册叫做《犹太战争》内面安尼记载，伊的记载迄当时伫主后66年的时阵，犹太人第一次的犹太战争，迄当时罗马的军兵无济，所以迄个叛乱真紧就伫耶路撒冷来发生。啊，逐个人伫遐要来抢转来圣殿的时阵，因做一件代志，八时你都爱起来反，结果逐个人拢唔敢反。有人就安怎走去烧因的东库，东岸内底足济。啥物人、某物人，你欠圣殿偌济钱，某物人你借偌济钱，拢甲大祭司借的。迄个东岸去甲放火烧，烧掉了后，哇！百姓就讲，安尼就紧的哦，紧来去放火烧，烧安怎无证据，无纸头，无纸尾嘛无，我就免过去受剥削遐个钱拢安怎，拢免还啊。所以有真济人，有善车人，都是起来反抗。所以迄当时，这祭司头，因就安怎拢逃走出去。所以咱会通看到，这是迄当时宗教上的对立。圣殿是因伫遐剥削一般人的一个工具利益。耶稣伫遮咱会通看到，伊嘛发现，这个宗教中心、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的犹太人中心，这个圣殿已经失落伊原本的本质甲目的。伫遐剥削百姓的钱财，对立欺骗，所以耶稣伫遐怎？伊来清起这个圣殿。耶稣清起圣殿，也是讲挑战，至少有3项先知的传统做根据。伫遮会讲起圣殿要成做啥物？万民祈祷的殿。咱会知影讲，迄当时的圣殿，伊的门口顶有写一排字，刻伫石头顶。迄顶头哪写？讲外邦人唔通犯过圣殿的迄个犯，无论啥物人，若犯过，就立到死亡，讲后果自负啦，袂当入去圣殿。但是咱若去看以赛亚先知56章第6节到第7节，以赛亚先知安尼讲，有一寡异族的人，就讲外邦人已经归信上主，因听伊、服侍伊，遵守安息日，守上主的约。上主要对因讲，我要带恁到锡安山，互恁伫内面会通成做一个祈祷的殿，互恁有喜乐，互恁会通伫祭坛顶献烧化祭。我的圣殿要称作万民祈祷的殿。先知真清楚，圣殿是称作万民祈祷的殿，唔干那是犹太人宗教的殿，是所有的外邦人拢会通入去的。但是当时的犹太宗教有非常强烈的排他性，因阁停留伫迄个种族隔离的传统内面。咱甲想看卖今仔日的教会，咱敢会对某一寡族群，甲因隔绝、拒绝，讲恁袂通来圣殿，敢会？我想
一个属于先知传统，也是讲耶稣所主张的这个圣殿。迄个圣殿是外邦人，也是讲无信的人，拢会通入来。咱上好莫用外邦人这个语言，因为逐个人拢是上帝所做的，咱拢是会当超找上帝。这是先知的传统，耶稣直接讲要成做万民祈祷的殿，这是根据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而且耶稣嘛，一提醒，就是先知耶利米捌呼吁犹太的领袖，讲恁着安怎弃邪归正，用公平对待无个安怎占外侨。孤儿寡妇会变搬移，停止对这个土地的这个杀害诬告，甚至先知耶利米也指控迄当时的犹太领袖，安尼讲：恁互我的圣殿成做土匪仔收，我看恁所做一切清清楚楚。所以耶稣是用先知耶利米第7章11节，会讲起犹太人的领袖已经将圣殿吞塌，成做土匪仔收拆收啦。这是第2项，耶稣根据先知所讲的。伫撒迦利亚书14章21节，安尼讲起，所有伫耶路撒冷犹大的鼎拢爱归化、圣化归伫上帝，来敬拜上帝。伫遐献祭人要来烧献祭烧肉，伫圣殿内面无阁有做买卖的人。先知撒迦利亚就是咧批判，迄当时圣殿内面做买卖的人，当初时。一人真藐视圣殿的诚信甲庄严，整个的圣殿啊，亲像菜市仔共款。咱来看16节才描写的，讲伊嘛毋准人摕物件用圣殿做通路，过来过去，过来过去。圣殿有顶头有路会当相通。但是做买卖的人就是安怎？伫圣殿内面，伫遐通来通去。这是马可福音伊特殊的这个记载，其他福音书拢无安尼记。但是伊伫遮特别写起，讲人已经将圣殿当作菜市啊。德国神学家。这个泰森伊解释讲，耶稣占领圣殿，不准人通过。马介牧师拄仔来到伫淡水的时阵，伊咧主持礼拜讲道。迄当时的礼拜堂，逐个人就那亲像菜市仔共款。马介牧师咧讲啊，下底讲了愈大声。马介牧师嘛，亲像耶稣共款占领圣殿，伫遐主导礼拜，教导大家都爱专心来敬拜上帝。意思讲吼，咱做礼拜都爱有做礼拜的款啦。耶稣伫遐占领圣殿，不准人伫遐过。意思讲，咱咧献祭敬拜上帝，就爱有敬拜上帝的款。唔干那安尼，先知也批判做买卖即款的代志。原本伫圣殿的担做买卖是为着服务远道的人，会通来买祭物来献祭。但是，迄个圣殿顶头的点啊，已经成做北涉的专卖店，因为。外口一只羊可能1万块，但是来遮起价2万3万，用较贵的物件
来卖予一般人。所以这叫做外国人来讲，远道的人，外人转来，就那亲像潘啊共款。迄有当时咱去观光的时阵，人讲哇，这个是从哪里来的？介绍就甲你开了悬，亲像即款的。唔干那安尼呢？咱其实我以前伫南部的牧会的时阵，都捌听到讲某咪庙香火特别旺，但是因规定，你干来当去买什么店的这个香也是纸钱安尼，因咧讲你爱买即种的，甲符合环保的规定。阮遮敢若准烧即款的香，烧即款的纸，其他的拢不准。你啊看，特别的店所卖物件，比外口的贵几啊倍。迄其实亲像耶稣的时代的圣殿，这宗教领袖对这专卖店中间摕到真侪好康的。圣殿真做剥削这外来的朝圣客的工具，这拢是假上帝的名，会惊敛财的事实。这也无怪耶稣伫遐通过先知的话批判，讲恁已经互圣殿真做土匪啊受。伫耶稣的行动内面。咱至少看到这3点，伊通过先知的信息，要来成做清起圣殿的基础。但是祭司长甲经学师听到耶稣引用先知的话，伊咧引用先知的话，你嘛着安怎爱听落去？但是圣经内面敢有看到祭司长甲经学师？因将上帝话听入去，无呢？圣经安怎描写？讲因要想办法来杀害耶稣，这是真奇怪的代志。宗教领袖有信仰的人，伊内在的本质应该是爱慈悲良善的，但是祭司长竟然心内是想要除去无同款意见的人，这互咱看到。整个犹太宗教的君已经是安怎打死啊，所以咱看20节到25节，就咧讲打死的情形。20节安尼讲，迄丛无花果树，连君拢打去，打甲君就是指性命的根本。伊的根本，也是讲这个宗教的根本已经无去啊啦。所以彼得甲门徒拢观察到，讲即丛树打去啊，但是耶稣进一步看到的是犹太宗教圣殿的功能已经安怎，君拢无去啊，拢打去啊。耶稣引用先知的传统来清起圣殿，伊也指出犹太信仰的本质已经死去啊，君拢打去啊，君打去。袂通带互人的性命，也是灵性得到养持滋养，搁较无法度结出这个果子。一旦滚打去，敢若剩外在遐个叶啊，所以叶啊，日头一出来，真紧就安怎孤单啦。所以耶稣。提起这项，面对门徒的观察，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这个实实在在就是阿免的意思。”伊用真慎重、真要紧的回答。耶稣的回答真特别，恁爱对上帝有信心，所以信是根本的问题，信心的问题。犹太宗教的领袖失去伊的根，就是因无信啊。因掠啥物最要紧？掠官位、掠利益最要紧。圣殿正做因剥削别人的所在，
听到耶稣的宣讲先知的信息，讲你著爱接纳外邦人，你著爱接纳无共款的族群伫圣殿，你毋通去占外侨、孤儿寡妇的便宜，你无应该去剥削。因听到这个是听袂落去，因为因的军已经打去啊。但是内心对上帝有真正信心的人，伊生命的本质，伊的根才是健康的。有健康的根，才会通结出果子。煞接耶稣安尼讲：，你若对这座山讲，来甲刷去，来甲堵去，这座山，恁就安怎？就投入海里。所以耶稣伫遮会讲，无论啥物人对这座山讲起来去填海，伊就会实现。这座山到底是指哪一座山？有神学家安尼讲，耶稣所徛即马徛的所在是啥物所在？圣殿山啦。所以神学家讲，耶稣指的是这座圣殿山，因为这座圣殿山将这座圣殿山投入海，意思讲这座圣殿山圣殿已经无存在的意义啊！因为若无有信仰的根，这座山其实无意义。这是一个真特别的观察。那亲像耶稣捌伫撒玛利亚的所在，甲妇人人井边的谈道，耶稣甲迄个妇人人讲：时要到，恁无要伫即座山，也是耶路撒冷敬拜天父。耶稣讲，真正敬拜天父，爱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这个敬拜是天父所爱，所以耶稣其实要将这座山的敬拜甲除掉。所以你有信心，就会当将这座山讲起来去填海。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提醒。果然，伫主后70年，第一次犹太战争了后，圣殿就安怎？规个残平啦。那亲像耶稣捌讲，一块石头无留落伫一块石头的顶头，圣殿规个拢毁掉去啊！马可福音是写伫大迫害的时期，作者是甲一群基督徒受迫害中间的人相甲伫地，所以因咧反省着，愈拄着这个苦难迫害的时阵，咱愈爱安怎保持咱的根，咱的根，咱的对上帝的信心，爱不断坚持落去。安尼，这个信要安怎坚持落去？24节安怎讲？讲到祈祷，伫困难的中间，信心要坚持落去，只有一项要紧的代志，就是祈祷。所以24节咱来看，所以我甲恁讲，恁祈祷的时，无论求什么，信已经得到，就会得到。这个祈祷真要紧，因为伫迫害的中间、患难的中间，咱的根有可能会打去，但是要保持咱的信仰的要紧，就是爱通过祈祷。伫苦难的中间祈祷，愈苦难愈爱祈祷，咱才会通对上帝遐领受基督的平安。弟兄兄弟，你有拄着艰难的时阵，这拄是咧提醒咱，愈苦难愈爱祈祷，因为神就要诚侪咱会帮助咱信靠上帝，咱毋是信家己，咱信的对象是上帝。25节安尼讲，
讲恁徛伫祈祷的时阵啊，对某人心有不平，就甲伊赦免，安尼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的过失。这段经文读起来怎很突兀啦。你也去详细看现代台语译本，伊下底有一个注解，伊迄个注解讲，有诶抄本无即句话啦，有诶抄本无即句话。即句话是后来抄写诶人，我想是因诶回应。因即个回应嘛真特别，提醒咱祈祷甲赦免是一体诶两面，两个袂当分割。咱咧祈祷的时阵，咱来知影，这个饶恕这个字，伊原本的意思就是给予恩典，互人恩典啦。基督徒得到上帝恩典救恩，咱嘛爱互人上帝恩典赦免。啊，这是抄写的人因的一种的感受回应。这对咱来讲嘛是一个提醒，愈艰苦愈爱祈祷。你祈祷的时阵，唔通带着怨愤来祈祷，因为带着怨愤的祈祷，只是互咱的心内充满恨，无法度充满疼。咱甲想看卖，今仔日这段经文的中间，带互咱什么款要紧信仰的反省？我想会通反省两项。第一项要提醒咱，真正的献祭，毋是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乃是在伫咱心灵的殿。真侪基督徒对这段经文清起圣殿的故事非常的熟甲会晓背啦。但是咱敢有想过，耶稣清起圣殿，敢是为着要来保持圣殿的献祭的存在？献祭敢有需要存在？耶稣挑战迄当时腐败到滚的犹太宗教，圣殿诚做插修，安尼这个插修不如安怎，互伊过去啊？甲刷去吞海，不如圣殿内面的献祭废除。毋是耶稣的时代才有废除献祭这款的想法。早伫先知阿摩斯的时代，先知就安尼讲，是讲上主安尼讲：我厌恶恁的祭旗，我无要接纳恁的烧化祭、素祭，我嘛无稀罕恁献上肥的精生做平安祭，我嘛无欢喜恁吵吵闹闹的歌声。先知阁继续安尼讲，恁应该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主持公道。这是阿摩斯5章21节到24节所描写的。上帝无稀罕这个献祭，这个献祭敢若是表面上的，所以耶稣来要废除献祭。为什么耶稣要废除这个献祭？新约的时代，希伯来书9章26节安尼讲：基督一遍献上就完成，伊将家己当作祭面献上来清去罪。希伯来书10章12节安尼讲起：基督献上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有看到无？耶稣有能力将圣殿山迄个歹的规个除掉，伊嘛有能力除去所有旧的腐败的宗教。耶稣搁较有能力一遍献上，就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所以，刘兄弟，咱爱知影，真正的献祭，毋是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乃是伫咱的心内。所以，使徒保罗提醒咱：你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
即马有个人真意爱讲啊，咱都爱去恢复耶路撒冷的圣殿。西安主义就是安尼，要来起造第三个圣殿，伫遐恢复圣殿。列位啊，圣殿伊腐败啊啦！耶稣来就是要来除去这个圣殿的腐败，伊要将这粒山刷走，无搁需要有一个圣殿山的存在。以色列这个无花果的根会打去。因为圣殿已经真做拆修啊啦，所以耶稣刷掉这座山，除去腐败的限制。伫新约时代，上帝话毋是刻伫石板的顶头，是刻伫人的心板的顶头。这是哥林多后书3章第3节。所以咱爱去反省思考。这个纯正基督的教会，需要对人内在圣神的殿清气来开始。安尼要安怎互咱的心灵的圣殿清气？约翰福音15章第3节，这段经文是我真意爱的经文。耶稣安尼讲：“我对恁所讲的信息已经互恁清气啊！我对恁讲的信息已经互恁清气啊！”耶稣的话语，互咱的心灵会通得到清气，互咱心灵的殿不断清气。所以咱需要不断通过耶稣的话来清气咱。第二项要紧的是要提醒咱，圣神的殿堂要恢复伊存在的目的。耶稣会指出，圣殿是土匪啊修。土匪集中的所在，土匪的钱库，耶稣伫遐来清气，唔敢若挑战大祭司，甚至也要对抗伊背后的罗马政权，因为迄是结合起来的结果。对耶稣来讲，清气圣殿唔敢若是赶出做买卖的生意人，较尔简单而已。其实要拍破的是共犯结果，内面有贪婪欺诈、无公义的统治结果。耶稣所做的是要恢复圣神殿堂应该有的目的。若是无法度维持伊的圣神，只好安怎拍掉灯来。对咱来讲，圣神的殿堂伫什么所在？圣神的殿堂会通伫教会，会通伫学校，有当时咱讲法院也是一个神圣的殿堂。政府的机关嘛是某一种圣神的殿堂。但是，迄个圣神的殿堂，若充满贼修、无公义的时阵，要安怎做？民主时代会当用选举甲换掉。若是独裁的所在，只好百姓起来拼。这个月月底就是228事件的纪念日。第二讲教会伊的原本的所在是林义雄先生的老母甲查某囝受杀害灭门的所在。教会将这个厝买起来。号一个名叫做义工教会，毋茫伫迄个所在，有上帝公义的大光照光黑暗、杀害老人的火的所在。228事件过去是全台湾的禁忌，士大人会甲咱讲，囡仔人有耳无喙。直到戒严了后，渐渐。甲去看到过去台湾这个所谓的神圣殿堂内底充满无公义，亲像土匪啊的情形。这是咱台湾的过去，咱去拍破国家的暴力，
追求社会公义，主要就是要来恢复迄个诚信殿堂伊存在的目的。圣经记载耶稣清起圣殿，就是要互咱永远会记得这件代志。如果咱失去历史的记忆，失去反省的能力，任何的殿堂拢会个坠落成做土匪啊受。需要互诚信的殿堂恢复伊存在的目的，咱需要不断通过耶稣的眼光来观察。耶稣观察到，伊进入圣殿，伫遐来清气。伊若观察无问题，就继续为伊祈祷，因为这个诚信的所在需要祈祷。愿圣神帮助咱，互咱会通对耶稣的教导的中间得到启发，得到引带，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你的旨意显明，这个世间无有一个所在未腐败，就连迄个诚信的圣殿，因为人的心腐败，就真侪插手。阮需要耶稣你的神来帮助。你提醒阮的身躯是圣神的殿，我要来清起阮的身躯，阮的心灵，通好互主。你迄个圣洁点伫阮内面，搁催逼阮回应你的呼召，参与伫上帝无限的作为，帮助阮继续调往上帝国新的世界来努力，甲主三个同工。阮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时咱要来做信用告别，咱请起立，要用使徒圣经来做信用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伊对圣神交代，对在这路玛利亚出世，伫阮着伊拉多进来时候，已经是一个死万族轮毂，第三个对象中国我，上天那最全能的爸上帝交代，伊要对咱咱心看互咱产生，我信圣神，我信上请咱游玩起立，要来吟圣诗，圣诗363首，圣诗363首，3到8饼，咱同心来祈祷，咱准备进入今日的圣礼典。
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教会的陪参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对今仔规午夜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安尼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干。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主耶稣阁讲：枵喙干、翕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正大家三个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使徒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摕饼来祝谢拜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恁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基督，互人买迄暝有摕饼来祝谢，所以咱照着伊的名，照着伊的款式，咱大声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现在阮按照你的命令摆设圣餐的宴席，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的对你神有分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诚侪阮属灵的培养，互阮会通成长伫你恩典的中间，通荣耀你的圣尊名。阮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时，咱要来请咱的长老来服侍。咱的领受的时阵，咱常时摕这个饼，甲摕这个杯，做阵摕。咱吃着饼甲杯的时阵，咱会通安静咱的心来祈祷。主耶稣讲，恁囡仔着我担重担，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主耶稣讲，我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
咱会通将咱的饼来拍开。最后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我。咱三个来领受。支持，咱会当将咱的杯拍开。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最后所祈祷的平安、稳定，甲恁正大家三个伫地，咱同心来感谢。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诚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互阮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圣徒，是上帝国永远的后裔。阮的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继续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通荣光你的圣尊名，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是公道的时间，咱有三项代志要直接来祈祷。第一，为着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震灾民的救援。第二，为着今日2023年会员和会，甲展望未来。第三，为着对2月22拜三大斋节开始起40日的静默灵修。最后要请你的灵执事祈祷来结束，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求你怜悯土耳其和叙利亚灾区里伤者，安慰死亡者的家人，赐下信心与盼望，让参与的救援人员顺利执行救援行动，保守他们的安全，能快速拯救在瓦砾堆中的生命。用你的爱彼此守望，见证你的恩典。感谢爱我们的主，让我们在平安恩典中过了2022年，今天是2023年会员和会，在各项施工部的施工报告、接纳年度决算与预算案中，选举检测委员都有你的智慧和爱，顺利完成
在每一天都荣耀你的名，活出大喜乐。2月22是大斋守日期，40静默的灵修，为的是要受苦纪念基督受难与复活，期待我们修炼经历，同时与同活复活，因着基督恩典而生命更新。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阿门。这时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念奉献诗。请坐。请咱来看今日的周报。通知事项，这个月1月长老是谢玉贤长老。第一项，2023年的会员好会，咱等一下要来伫遮举行。议案是2022年的决算，2023年的预算，甲选举2023年检察委员一名。第二是，咱伫早起的联合礼拜又举行今日第一次的圣礼典，服侍的人员请咱家己来看。第三，咱教会定每个月第2主日做月定奉献主日，请咱甘心乐意来奉献。第四，儿童主日2个祈祷月，
今年3月初3是世界公岛日，全球有100个国家要为着台湾来祈祷。咱的主日学对2月初5开始，伫分班的时间有甲囡仔做伙来祈祷。伊的主题是第一礼拜为着家己跟家庭，第二礼拜为着教会，第三礼拜为着国家，请咱家长来加入这个共同的祈祷。第四，浙南教会会友会使帮听台湾神学院神学系的课程，这个免交学分费，但是爱交一个学生费用500块，请办公室来登记。除了拜日以外，拜日是台湾社会议题与神学反思，拜过崇拜新感知系列插花工作坊第4。第六，咱托尼基甲苏里亚的边界伫2月初6上午发生瑞士规模7.8的强震，死亡人数已经接近2万人，余震不断，跟面对这个寒冷的险境，目前救援的人员持续进行抢救，愿上主保守安慰受灾的人民。全新的物资援助请甲国台指挥来联络，有关捐款，咱会使伫奉献地的顶面注明托尼基地档，总会教会要转交过总会。第7是神学礼拜日，被国家机器碾碎的人，谁能还他们生命？谁能还他们青春与岁月？没有人能，我们只能让他们的牺牲有意义，让他们活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这个主题是转型正义之路，岛屿的过去与未来。时间是2月19，后礼拜的下晡3点到5点，伫这个所在，主讲是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周婉瑶，咱的牧师郑养恩牧师会伫遮语谈，要请许庄庄，这是迄个台大历史系的博士生，是咱的郭正珍执事来主持。第8，咱大斋节期是对今年的2月22拜3开始，伫这段期间，咱鼓励咱的信徒效法咱的主耶稣受试、受苦、受难。邀请伫4月初1到初8，耶稣受难周的时，咱来做静默的灵修。大斋首日的太子祈祷是伫2月22拜3下暗7点半。第9，为着乌克兰来祈祷，伊受到俄罗斯的侵略要将近1年。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甲政府各方持守人道的援助，咱来祈祷，毋望会当停止社会者的入侵，毋望攻击甲和平会当早一日临到。这个时间咱伫2月24暗时拜5暗时7点半，伫咱的教会来举行。第10项，咱的圣经学校2023年的春季班，这个课程要伫3月初5开始上课，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为着圣经学校来代祷奉献。课程是第一个是马太福音书精华10讲，这个是林良信长老，信仰基要甲生活实践，这个齐顺惠长老，圣经白话字的初解，这是吴春生牧师甲刘永珠长老。历史中的耶稣跨越时空的多元图像，这个请陈永文牧师。非暴力沟通与信仰生活，就请吴国伟传道。生活行业课程，请咱韩国的宣教师赵和英牧师。详细的课程内容，请咱家己来看周报。有关团体的消息，青少年园地开会通知教会的消息，以及顶礼拜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来看周报。即摆要来请咱的局长来报告今仔日的出席人数，以及介绍甲请安。伫遮书记已经将这个清点人数伫遮我来报告。咱的会员数390名，有扣除不可抗力
145，应该出席的是245人。今仔日出席的会员有149人，咱已经有超过过半的出席，所以咱来宣布会员好会来成立。以上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上下伫地。现在来吟散会诗，圣诗400首，圣诗400首，愿主仁爱到你同在。吟诗后，请黄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火，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到代代无尽。阿免。遮济热岛散会，咱今早起的联合礼拜到遮，咱小等一下，要伫遮开举行会员好会。咱即时来请东江来分会员好会的手册，咱嘛休困3分钟，会当去洗手，3分钟后就会敲钟，请咱搁入来伫礼拜堂听。
咱即时咱三甲来吟圣诗255首，圣诗25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圣会独一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对主真道来建立，设立永远天国。对天降临小会议，最初献给新娘，因会因爱来背伊，提示你的酒，大个受掉受主敬。正做一体公看，大家尊奉这圣经，当信信主来话，独一生命咱称呼，承受天的名流，三甲恩望大幸福，所受恩典之样，虽有世人的支持，有时拄着扰乱，有时大家三分裂，辨明真理异端。心目看主的头前，应更愿意完成，地高圣会拢得胜，永受安宁平定。圣会设立的地球，应该成为一体，小主归往的朋友，他主高贵无体，但对情义的要求。谈到咱已经有宣布吼，咱的在这个会员名单靠不可讲的是390名，应该出席245名，实际出席是149名，咱已经超过半数，咱来宣布会员会成立，咱即是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过去一年的这个恩赐，随望伫疫情的中间。经过有3年久，到伫即时，主阮感谢你保守阮台湾。伫这疫情中间，政府甲人民会通共同做阵来固守。伫时代危急的中间，我来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台湾受呼召的所在，继续甲主你相甲同行。我若要将新的一年仰望伫你，愿你的神成做阮的帮衬，固守阮伫头前的路站，有你的神引带，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衬。我祈祷仰望奉耶稣的圣名，阿免。咱即时咱来听读过去伫会员好会的议事录，咱来请书记应着长老来甲咱读。2022年会员好会议事录，第一案
接到2021年决算案，总收入2020年新台票16416467，甲2021年收入36292776，合计新台票52729293，总支出包括2021年新台票3706万4040，甲转捐2022年的新台票15645203，合计新台票52709273。会议单交期提议单地平复议公决通过。第二案接纳2022年预算案，总收入包括2022年的新台票15645203，甲2022年的收入新台票16643850，合计新台票32289053，总支出包括2022年的支出新台票27133850，甲转给2023年的结存金5145203，合计新台票32289053。决议李庆峰提议接纳曾文碧副议决通过。第三，推选2022年的检校委员1名，时阵会提名黄秀英担任长老副议公决通过。第四案，长老的任期改以总会行政法第95条案说明，请大家来看议决单地中提案接纳谢南忠副议公决通过。另外，2022年的中日选举的会员会会议事了2案，第一案是长老选举案，议决由林文忠、杨立邦当选；第二案职事选举案，议决由吴月玲、倪柏轩、徐景成、陈志平当选。以上。以上这个议事录，毋知有爱更正的所在无？若无，咱就安尼来接纳吼，咱就安尼来接纳顶厝的这个议事录的记载。好，这时咱来看咱的手册的第5页咱先来进行议案，议案了后，再来做各单位的这个报告吼。咱首先咱来对，迄个议案是2022年的决算吼，2023年的预算，来请洪文长老来报告。咱来看2022年的决算，总收入包括2021年结全本期是新台币15645203，以及2022年的收入新台币42588198，合计新台币58233401。支出包括2022年的支出，拢总是46724947，以及结存到2023年的结存金新台币1,1508454，合计是5823万3。咱先来进行第一项，就是咱2022年的决算吼。多谢洪文长老的这个说明甲报告。咱照程序来行，咱爱有人来提议接纳，有人复议，最后再来公决。记录。咱毋知咱现任的中级袂通提议复议以外，咱所有的会友你在这个会友拢会用的来对伫2022年的决算这个部分，敢有
咱的在这个会员要提议来接纳谢南章来提议来接纳永颂长老来附议。来赞成的请举手。来好，多谢。安尼，咱来看第二案，要请洪文长老来继续。第二案是2023年的预算，总收入包括2022年度转存结存金是11319206。本期2023年，咱的收入的预算是1590万，合计是新台币27219206。总收入部分，咱的预算是变2220万，甲结存的到2023年的结存金是5019206，合计新台币是27219206。以上。这是咱今年度的这个预算2023年。来对伫这个预算的部分，毋知有人来提议接纳无？有人附议？老营处长老来提议接纳，来敢有人会当附议？志明长老来附议，来赞成的请举手。来好，多谢。咱继续来第三案，就是2023年的检校委员。咱去年的检校委员是秀英姐来担当真多谢伊过去安尼一年的中间这个协助教会的财务的这个检校。来，咱敢有人来提名？有人来提名，有人来附议，安尼。现任的中级袂当提名以外，其他在这会员拢会当提。老营处长老要提名，营处长老要提名什么人？同款是提名秀英姐吗？还是你要提名什么人？我听无嘿。亚林是咱的过继，袂当嘿。来，安尼敢有人搁要提名其他的人，还是营主任要提名什么人？因为亚林是咱的过继所以咱袂当提名伊。来，敢有人要来提名？来，南昌执事要提名什么人？同款提名秀英来有人提名，敢有人附议？什么人举手？郑波兄，郑波兄。来有谢南章技术提名黄秀英。这个郑波来附议，来赞成的请举手。来好，多谢。安尼咱的议案的部分先来完成，但是咱即马煞接要来报告这个去年的报告伫这个时阵，咱来掀开第7页第7页，而且有这个教授的这个报告咱现任牧师长职职员的这个移动写伫顶头请咱家己来看这个会员增加减少的部分若有记了无清楚的所在，请咱会通提出要更正的所在伫11页是咱去年重要的这个这个要紧的事工的记载请咱家己来过目这时我来报告小会的这个部分，请咱来看16页
小会是伫咱长老教会地理的部分是即个主要的组织吼。所以咱的小会的开会次数会较济吼。伫旧年中间有召开11次的即个会议。主要的即个工作报告甲办理的事项，吼，伫咱的即个手册16页，吼，开始才到18页，吼，请咱会通家己来看，特别有关人事要紧的决定，吼，拢会记伫即个所在，吼，这是到伫18页即个所在。线接来看即个19页，中执会的即个报告。中执会主要是做教会事工的执行。咱即摆教会事工有分做5个部门，所以每一个部门因会照所规划来去执行。若是需要较无共款部门的即个协调的时阵，会伫中执会来进行协调，吼，也是要紧的事工要来做决定的时阵，吼，执行的部分拢会伫中执会来做决定，吼。所以咱伫中执会定期的，咱有召开6遍，吼，一年拢6遍，咱2个月召开1遍。部门的会议是部门双月份因家己来召开，吼，若是有需要，因会搁部门会召开即个临时的会议，吼，这是中执会的即个部分。好，毋知对伫小会甲中执会的部分的报告，毋知有想要搁无清楚的所在要来请问的无？若无，咱即时咱就来看21页，来请何文长老来报告行政部门所做的事工。咱来看合会手册第21页，21页开始到23页，这是阮行政部门的组织会议以及重要事工的报告。有关财务事工、甲总务的事工，阁有奖学金的事工。这咱内容，请咱家己来看。第24页到26页，这个是咱德语会计师事务所对咱教会所有财务一个迄个签证的查核报告。会计师陈道松直接有签名吼。27页是咱检察委员的查阅证明书吼，这个是拄啊咱黄秀英姐妹吼，有甲咱写伫遮。28页是咱的资产负债表吼，咱的资产甲负债拢写伫遮。目前咱的银行借款是13369142，其他短期的借款就是咱会有一寡无息借款吼，这个是1870万。咱差不多也阁有3200万以左右的负担伫咧吼，这个毋望咱伫遮会当互相鼓励，咱来为着咱的教会来奉献。29页是收支余处表吼，这是包括咱的收入、规定收入甲支出的部分，照会计科目伫遮写伫遮。第30页是迄个2022年的收支的决算，甲2023年的预算。30页是收入，31页是支出。这个拄仔咱大家有看。32页是咱的现金甲银行的存款的明细。请咱来甲伊看。33页是咱目前咱的财产，就是咱的土地也是建筑物以上咱的明细写伫遮。34页是咱的平安园的使用权的一寡明细。对35页到48页，这个是咱2022年度个人咱的奉献的统计表，照会员编号，照无共款月现，也是生产现金种种，咱明细写伫遮吼，咱会当照咱的编号来看，咱的奉献的情形。
过来咱要对49页来看吼，49页到53页，即个是咱有一寡会友还未固定编号吼 ，W 开头就是讲迄个咱也无真固定落来吼，也是无未记名的个人奉献吼，伊的奉献的名册吼，用 W 开头也是迄个，即个咱的名有出来吼，咱会当家己来看。第54页，即个是咱旧年度的节期的奉献现金的名册，新春过活节、母亲节以及圣诞节。详细咱写伫遮。55页到61页，这是咱旧年度建筑基金奉献的名册。即个有哪照咱的会员的编号来摆伫遮。对到62页到65页，即个是咱会友对外奉献的名册。吼，咱照编号来排，不管咱是对新学院，还是一寡总会事工，甚至圣经公会新安宫及种种的对外的奉献名册写伫遮。请咱家己看吼。第66页到68页，即个是咱旧年度对内奉献的名册，包括咱对圣教小组、妇女团体、少年团体、社青少年团体、儿童主日学圣经学校、牧区甲香港的人的总办，即个名册60页到68页。第69页，即个是咱逐礼拜现金的名册。包括第1场、第2场，即个名册伫遮。第70页，即个是咱的圣餐现金的名册吼，就是讲若迄礼拜有圣餐，即个是圣餐主日的奉献名册。第一次是为着客家宣教来做奉献。第71页是咱的旧年度的事工的名册表吼。有包括预算、决算甲明年的预算吼，即个详细有写伫遮包括咱教会事工费、宗教教育费、团契事工、宣教事工以及牧区小组。72页是儿童主日学的报表，73页、74页是圣教小组的报告，77页是圣经学校甲少年团契。76页，是个75页，76页是即个学生学青团契的迄落，77页是妇女团契甲少年团契，78页是香港人崇拜跟香港团契的收支报告吼，包括因的预算有哪写伫下骹。79页到80页是咱旧年度修宪的费用名册，包括咱的主日教室、牧师馆、宣教中心以及礼拜堂。即个是旧年咱的修宪的名册。第81页，即个是旧年度租金甲咱要交一寡税的名册吼，包括地价税、房屋税以及咱一寡检查吼，即个咱写伫遮。第82页，咱是对外捐献的名册吼，包括咱对咱的公报社、新学院以及宣教基金吼，即个咱一个名册写伫遮。第83页中是备品的设备名册，下骹是其他支出的名册，咱有一寡咧奉献，一寡办手续吼，来配也是信用卡，也是一寡服务费用。那第84页。咱即个是建筑基金的收支的报告吼，搁中即个是慈善关怀基金的报告，搁来是平安园基金的报告，以及开拓基金的报告。以上这是有关咱教会伫旧年度所有各项的收支的情形。来，以上毋知对伫行政部门的事工吼，因为这逐礼拜这是真无用吼。搁爱伫即个校务顶头吼，真认真来完成吼。毋知对伫行政部门的即个报告，敢有要请问的？
那无咱就来多谢洪文长老的这个报告。咱续接来看85页，请谢中长老来报告装备部门的事工，请咱来掀开85页。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吼。我代表装备部门踮遮来报告吼。我要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包括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体各位的老师甲辅导，以及参与咱遮的事工的爸爸妈妈，大家伫家己的工作、家庭，咱蜡烛好几头烧吼。伫即个同时，咱伫遮照顾住所想事咱的羊群。我也要伫遮感谢，咱爱特别感谢，就是上帝伫过去这一年带领甲守护咱好的同工，伫过去一年中间保守咱一切的顺遂吼。特别感恩的，就是我伫去年的报告中间有提到讲，咱希望伫2年的内底，咱会当重新来起造咱的学生青年团体吼。当伫万般的困难的中间，咱对去年的8月份就开始学生青年团体的聚会，目前也有虽然人数无多，但是已经有稳定的人数吼。咱有特别邀请到曾嘉丽传道吼来负责青年团体的事工，来教育，来陪伴这些青年吼。今仔日伊伫咱的中间吼，我请伊徛起来，互大家熟悉一下吼，请大家甲伊欢迎吼。今年伫咱的装备部门的组织中间，会请永德长老继续来负责成人主日学，请叶林执事继续来担任儿童主日学的校长吼。另外，就是少年团体的部分，会对我遮来刷互任杰执事吼，请任杰执事来担任吼。那我会来看学生青年团体这个部分。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会请博轩执事来负责组织青少年的家长小组吼。阮伫后礼拜日2月19。礼拜后就要开始阮的第1届的聚会吼。其他的内容的报告，拢印伫手册中间对85页到90页吼，请大家家己看吼。我就无来讲吼。若是有做无到对的所在，请大家甲各负责人也是来甲我来反映吼。阮会来改善吼。下面请用阮我淡薄的时间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吼。在场的兄弟，我相信有侪是爸爸妈妈吼，特别咱一寡年轻的爸爸妈妈坐伫后壁的所在吼。当然有足少兄弟恁的囡仔已经大汉吼。特别咱已经年轻的爸爸妈妈，大家有认真来想过，有一天咱的囡仔。总有一天，伊会离开咱独立来生活吼。伫迄个时阵，咱所会当留互伊的，毋是你要留互伊啥吼，你会当留互伊的是啥物物件？我的查某囝思涵吼，在场有侪的长辈，拢是看到伊来大汉吼。伊伫去年的7月底已经到伫台南的新化高中来做老师吼。伫6月底，伊来录取，到几个7月份，我甲阮太太陪伊落去台南，落去三逝吼，陪伊来熟悉附近的环境，陪伊去教会找牧师。伫台北的时阵嘛要用吼，我就陪伊来练车吼。伊摕到驾照，毋捌驶过车啦吼，所以陪伊练车，陪伊路边停车吼。7月底上尾一个礼拜。阮驶车去台南吼，将我的车放互伊吼，我甲阮太太
坐车坐高铁转来台北吼。我头壳在咧想啊，我到底欠啥货吼？我放袂落啦吼。有一个声上帝叫我讲啊，你着爱放落吼。总是我放袂落去，我咧想讲啊，阮做爸爸妈妈有啥物代志也无做着吼。啊，阮过来，阮逐工暗时会通电话吼。我会记得阮转来台北2-3工了后，啊，我拜六去吼，伊拜一去学校报道吼。暗时阮咧讲电话的时阵，阮咧讲2件代志啦吼。第一件，伊满北的理想吼，啊去学校报道。报道第一工，边仔的主任甲老师就甲明示暗示吼，甲讲啊，你免伤认真啦吼，你莫插伤多吼。你毋通有代志，无代志找代志做吼。啊，当然对在场的爸爸妈妈来讲，在场的信仰长辈，啊，这入社会的第一课啦吼，小可代志。但是对一个年轻的查某囡仔，伊拄仔入一个社会环境，这其实伊将来的即个工作环境是真大的冲击啦吼。第二件代志就是安尼吼，啊，我甲伊踮台北。练车练足久吼，伊第一工驶出去入来的时阵吼，就去弄着电火条啦吼。啊，相信咱侪信仰的前辈，你拢了解吼，这是社会历练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吼。总是迄个时阵，我甲阮太太，阮是社会新鲜人的新手爸妈啦吼。啊，阮看袂开啦吼。电话挂了，我甲阮太太，阮2个人安尼四目对看吼。啊，伊讲我无讲，但是其实伊讲的甲我想的共款啦，就讲啊，咱无咱来台南，搁甲看一转好无？总是伫安静了后，阮甲家己讲吼，咱做爸爸妈妈，咱的责任就是到遮吼。这是伊的人生啊，这是人生，伊爱家己去面对吼。伫伊的人生的过程中间，将来还阁有比这阁较艰难做的代志，咱无可能一世人对伫伊的身躯边吼。咱上帝爱咱学习的，就是放乐，就是交托吼。所以伫万般毋甘的中间，互阮感觉安慰，啊，感觉感谢，啊，感觉懊恼的，就是伊有认捌上帝。伫伊成长的过程中间，无论是细汉伫主日学、少年团契，拢有受到咱遮侪的老师认真的教导，啊，认真的引带吼。伫高中、大学、伫学校的团契，伊也有受到好的造就。伊已经认捌上帝的名。伫困难的中间，上帝要成做伊一生的帮衬甲倚靠。啊，阮相信上帝的恩典有够有用吼。所以，阮做父母的，所有当做的，就是替伊来祈祷，求上帝继续来保守伊，互伊有够额的智慧，有够额的勇气来面对头前一切的困难。啊，这是阮做一个新手爸妈吼，啊，真粗浅的信仰的体验啦吼。所以在场的爸爸妈妈，总有一天，咱的囡仔会离开咱来独立。咱做父母的，所会当留予伊的是啥物？我相信，迄是咱的信仰啦吼，是咱引带咱来，咱的子女来认捌上帝的名吼。啊，那外口的补习班上爱讲即句话啦吼，讲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上。其实即句话完全是扭曲咱信仰的价值观吼，伊用输赢即款的价值来计益咱人生的胜败，然后将这一切输赢的责任，就是归撒互恁父母的安排。若是你的囡仔对人袂对，安尼就是你的毋对嘛吼。所以大家乖乖甲钱交出来吼，囡仔带来我遮补习吼。为着即句话，咱一日到暗踮遐想，讲啊，我做即个做父母的，我是毋是无尽到我的责任吼？
啊，我的囡仔有啥物物件无报着，互伊对袂着同学吼。所以咱教咱的囡仔，每一日的行程，读甲甜吼。啊，除了课业的补习，咱的在家训练，啊，着去上外语。礼拜六、礼拜日，阁有乐团、合唱团、球队，做的比赛吼。啊，若无，就是拜一到拜六补伤多，啊，礼拜日踮厝尾困吼。各位兄弟，大家想看卖吼，上帝赏赐咱的囡仔的人生，哪会是甲伊身边的同学？甲伊身边的人，踮遐拼输赢咧。上帝赏赐互咱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运数，也交代咱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任务。到落尾迄一天，每一个人爱家己去向上帝来交代吼，毋是甲伊边仔的人来做比较吼。所以迄个摕着5000个，无去甲2000，无去甲1000个来做比拼吼，伊爱家己去耶稣来交代吼。那在场的爸爸妈妈，我相信咱济南教会的爸爸妈妈，你为着你的囡仔所准备的一切，拢已经有够吼。所以我要邀请恁，大家咱做伙来学习咱交托甲放乐的功课吼。特别是礼拜日的时阵，请你甲你的囡仔做伙来教会。咱放落遮世俗的重担，放落遮的广告，互咱的束缚吼。咱带恁的囡仔来遮认捌上帝的名，咱做伙，互伊囡仔来探讨上帝伫伊心中的运数，甲伊人生所要行的道路吼。啊若来到遮，毋是伊家己一个人吼，毋是伊家己一个人认捌上帝，伊有一寡的朋友。伫伊人生成长的过程中间，会当甲伊做伙来扶持吼，到伊中大成人，阁会当互相来帮衬，会当做伙来同工，做伙来祈祷，会信仰的同伴吼。所以我相信认捌上帝，伊会是咱的儿女一生中上大的福气吼，也是咱做爸母的所会当为伊来准备上好的礼物吼。啊，咱在厝来恳求上帝的帮助，看顾咱伫信仰教育事工的努力，会当成做教会未来成长的愿望。啊，以上是我的报告。真多谢谢龙长老的分享，真感动，也唤起咱三甲做阵来致意关心信仰教育。这时来请敬拜部门立邦长老要来代替报告。因为敬拜部门内面阁有圣乐小组，也请圣乐小组来准备。大家先开手册91页，敬拜部门。敬拜部门所爱负责的代志是安排主日礼拜甲教会特别庆典的天数，以及这个各种礼拜当中的负责的同工，以及各种礼拜当迄个爱负责的迄个事，迄个服侍的同工，以及咱礼拜堂内底设备的维护、灯光、音响甲椅仔桌啊，遮咱爱来维护，以及礼拜堂内底的即个管理、使用甲出租。下面即个所在，请家己看，这是去年甲今年的即个同工。搁下面是去年咱所办理的事项。第一个是编排礼拜事项的论集表，第二是安排各时班的团契甲主日礼拜的献诗。第三是办理教会礼拜庆典的活动。搁来下面则有日期的所有的代志，拢是去年所办给的即个敬拜部门所办给的代志。敬拜部门较多的代志是即个圣乐小组，即个敬拜部门，迄个责任较重的，就是迄个圣乐小组。咱即马请即个圣乐小组的调集人姚桂玲姐来报告。你请咱来看93页。
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吼。阮圣乐小组的即个责任，就是咧整合咱规个教会，全教会所有的音乐事工吼。啊，所以咱有一寡组织吼，即个国诗班的组织，咱则请大家家己看吼，因大家拢报告甲真清楚。啊，但是我要另外特别。报告2项代志。第一项就是我要感谢所有的圣乐小组的同工，包括咱的即个诗班的队员，大家拢非常的认真，因拢家己真知影家己的使命，所以因有认真练习。礼拜早起8点拢都爱集合，若咧冬天的时阵，像今仔日天气遮好，大家拢足欢喜就紧来。但是咧，寒流若咧来的时阵，一个一个拢爬咧袂啥会起来。但是你看人因嘛是拢安尼。时间到拢乖乖来遮，敢若看到因伫遐练习，我家己本身就感觉足甘心啦，唱了好歹，阮是阁爱改进啦，但是迄个态度，咱真甲因感谢，所以请各位甲阮多多的即个鼓励，第二个，我就是要提起即个儿童主日学的音乐事工，甲咱第二场礼拜的即个敬拜团的事工，咱非常感谢即个儿童主日学的校长亚玲，以及咱古早以来所有的校长，大家认真的结果，咱儿童主日咯，自从搬转来教会了后，咱即个毋知是风水真好还是安怎，咱人加真多，即个囡仔佫拢大家拢栽培了真好势，所以因对音乐拢有侪的兴趣，真好是因大家互相的影响，互相的学习，所以咱真侪囡仔拢有学乐器，所以即摆拢表现了真好，定定拢会当参与伫咱教会需要的音乐事工，像咱今仔日早起即个画大提琴，即个就是咱华瑶老师的女儿，咱看华瑶老师。伫遮生囡仔哦生出来迄个囡仔，即摆会当画迄个大提琴，甲咱服侍呢。你看偌好所以大家较拍拼咧，较拍拼生咧好，然后非常谢谢雅玲呢，伊对儿童主日学的即个所有这音乐事工伊拢顶得，逐项拢安尼顶得调调安尼，真好势。所以真感谢咱感谢所有的老师的努力好，过来就是敬拜团。咱即个敬拜团，即个事工咱已经低迷一两年主要是咱的同工的流失，然后咱同工流失太多所以咱一直拢无，要怎讲？咱真努力但是无啥物好拄好的老师通来甲咱带咱非常感谢敬拜团，咱第2场礼拜内底有几个同工因拢无放弃呢因阁伫即个不管有1个、2个、3个人，因嘛是安尼伫咧即个领域内底真努力安尼，所以真感谢去年底牧师有甲咱介绍一位老师这位老师一来咱长老教会出身的，就是陈伟义老师，一来甲咱的团员都真哈啦，所以因咧练习，你看到嘛会感动，所以非常感谢主。所以咱即个敬拜团，咱家己甲看咱的即个队长智仁嘛是咱伫咧咱教会安尼对 baby 安尼生出来，甲即马安尼会当独当一面，这都呼应拄啊迄个世宗长老的分享，有影咱的囡仔实在若伫咧教会安尼一步一步培养起来正经不但袂变歹，佫一个拢。不管因细汉脾气偌怪还是偌歹教育袂，因大汉了后拢正经有信心，会同在，一个拢真成才的所以真好，会真做社会、家庭、甲教会的路用所以我要特别甲咱的会友长辈大家感谢恁对阮的支持，特别感谢小会阁即个敬拜部门。我们的长官因对阮所有的即个提议真少甲阮驳回，差不多拢甲阮赞成。小会员嘛是安尼，所以真感谢恁的支持，所以阮会搁较拍拼，互咱的音乐事工会当搁愈做愈好。多谢。好，多谢。
来，毋知对伫敬拜部门，敢有人要请问的？若无，咱就来请守真长老来报告牧养部文102页，请咱来显开。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先开102页吼，牧养部门。牧养部门除了我以外，还有恒志长老、玉贤长老。咱书记是乃瑜。牧养部门还有包括青年牧区、壮年牧区、妇女团契、松年团契吼。嘛，咱有安排侪同工咧长者的关怀啦，咧探访吼，还是亲子的关怀，还是新朋友的关怀。一般的关怀，嘛包括接待，吼，对每礼拜会接待。咱也对于咱的新朋友主日小组，咱嘛比较关心，吼。即摆拢有咧聚会。咱嘛每年爱安排一个灵修旅游，咱嘛有侪同工咧负责。另外，咱嘛有健康的咨询，请大家若需要的时候，毋免客气。来，恁若毋知影该要找啥，找我，我会甲恁安排吼。健康咨询有锦城执事、志平执事，还有信会执事哈。咱先开103页，103页。咧2022年暑假吼，关怀暑假，虽然讲咱的疫情的关系，咱家庭探访依然有37届，真感谢主。咱的新朋友有接待221位吼，是真多吼。咱也咧有咧办就是上半年、下半年有即个全教会灵修活动，吼，咱也有帮忙办即个下午福音茶，也有爱餐，咱咧2023年的时间，请咱家己看，但是特别要提醒大家，咧即个第6点，咱的灵修旅游咱有定今年咧上半年是4月22，吼，4月22，吼，下半年是咧10月21，10月21，拢是拜6，吼，请咱若有要参加，先就这时间来留在。以上，稍后咱要请松年团契来报告。请娟长老来报告吼，特别是报告伫去年的这个暑假。好，我在报告以前哈，我们用迄个PPT 哈来看一下松年的一个活动。真感谢各位会友对松年的支持甲奉献。阮去年一年阮有邀请展望会来介绍因的迄个活动嘛有请博威牧师来讲这个隐藏的名画还有梁志牧师来甲阮介绍清法战争的交涉，因为清法战争跟咱迄个马街的赔偿的教堂很有关系，所以透过梁志牧师来跟我们做那个，我们可以一边放好吗？好。另外，阮也有邀请。以前的那个三重市市长叶欢弟兄他来帮我们做一个见证伊安怎为伊的性命得到改变透过伊的妹妹，透过差不多10年的引带甲信主另外，阮也有邀请。叶长惠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作曲的一些诗歌，那还有就是蔡尚志长老
跟我们介绍北海岸的一些教堂，好，还有我们有请陈明威咖啡师来教我们怎么样泡咖啡，好。另外，志明长老也跟我们分享了信心知足跟带来喜乐。阮上半年度呢，阮去诗坛，诗坛教会是一个马街去开拓的一个教会，是原住民的教会，好。这个是我们在聚会以前的一个查经，大家。然后我们查完经以后，我们有迄个诗歌的练唱。再来就是有专题的时间，大概1个钟头的时间来练。那在古年的前年尾啦，到去年我们做了一个照片的回响，因为即马真侪大概照片都在手机啊里面，所以呢没有那个实物其实有时候照片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些回忆的这是常慧老师另外，我嘛有邀请江淑文老师长老来透过这个绘本，因为这摆绘本不是干那是小学儿童了，绘本也有针对中年的一个绘本因为中年透过绘本，他们更有在他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更有这个感触所以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讨论。然后慈美老师呢，也在生态信仰跟生活的结合上面，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台湾的生态跟这些绿能那我们来邀请赵牧师跟朴牧师介绍他们的怎么样的一个信仰，以及他们来到台湾以后伊安怎来学习伊嘛跟我分享韩国的煎饼。那李宗平先生也将他过去在旅游上面的一些感想用诗来帮我们做分享。那梁信长老也有一个那个亲近的，叫我们如何去亲近圣经。那景怡老师呢，他是一个音乐治疗师，帮我们介绍音乐要安怎帮助囡仔，怎么样去开放自己。另外，我们也邀请了婉婷老牧师，我来大家一起手做这个流动画。那我们再一次请了朱瑞庸，他在做成了这个暨南教会的历史陈述，他以安怎去日本以及访问大家来做这样的一本书。那到年底的时候，请庄淑珍牧师，因为去年是马街150周年，所以上年嘛透过真多参加150周年的活动，譬如那个他们在台大校史馆有这个世代的传承与从台湾到国际，都是介绍马街的孙仔。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宣教150周年的联合礼拜，在和平篮球馆。还有一个是也是马街15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在中山堂。这个是关于150周年我们所参与的活动。另外，教会迄个北埔的生态以及龙潭的野外礼拜，我们也一起参加。
咱阮家己办的，就是去龙潭，去山艺去赏樱。另外，我那参与这个西小区，埔路的西小区，因去关怀台神，那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去，然后再到和平岛，和平岛也是一个历史的地方。另外，咱的会员西松，他办了一个师生画展，那大家嘛去给参观。另外还有一个是流麻沟15号，大家也去看电影哈。那像这个的话是参与了七星中会松年部，因为感恩礼拜，以及在重阳节的时阵，有那个重阳敬老的礼拜，然后还有圣诞节的时候，就是有迄个庆祝的礼拜。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主日学，主日学因真用心，在这个祖父母节的时候，他们用因的这个教育，他们主日学教材里面去做了很多的一个游戏的活动，让小孩子，让这些长者，会当参与因的这个教学，所以我感觉后摆主日学若有办这款活动，嘛咱教会的每一个人拢会当去参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日学的学生很幸福，因为有一群很好的主日学老师在教导他们，让他们在圣经上面从小就能够认识。那这个是另外去年的话，我们教会副展，他们在我们教会办了一个松青的学堂，那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五，那教会那配合，那也给松青松年团契的这个会友，大家有这个时间会当去那边，透过运动，不要让自己的肌耐力减少，还有一些活动，不要关在家里面，因为一个人在家里面的话，他没有活动的话，很容易在各方面，不管是生理方面或心理方面，都不太好，所以这个是去年的。那今年的话，这个松青的话呢，咱是为拜一跟拜五，也是在我们今年在主日学教室，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你们来，好，我们的大概就是这样报告，好，是从104页到109页，好，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再说，谢谢。好，接下来请玉贤长来报告葫芦团契去年的事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掀开咱的手册110页，110页葫芦团契。上大先有影是爱感谢我的同工，拢伫个旧年，阮办真侪活动，但是大家拢足拍拼足拍拼，做足侪活动，我实在是真感谢，伫个遮甲大家同工先说多谢。阮的同工，除了我做会长以外，阮的关顾的长老是守贞长老受伊这真大的照顾伫咧阮咧做事工的顶面，伊互阮足大的支持。阮的副会长是娟娟长老，上重要就是中请咱大家看，上重要是有一环就是阮的诗班阮的诗班有影是静音老师足认真咧教阮，嘛是伫个有影是伫个教会内底要出席一寡献诗的活动，有当时伫个周间的是无啥方便的是，我们葫芦团体的诗班是义不容辞我们都是会跑在最前面。好，这是咱来看旧年阮的主题，我是用一个
马街伫咧台湾150年一个回顾吼，所以阮旧年的主题就是利用马街以它为中心吼，所以以它的为中心，所以阮这个主题有邀请蔡尚志长老伊来介绍马街所设立的教会，阮嘛是有做一个旅游去到淡水吼。去淡水一周，有去参观看马街的故居，马街的所设立的学校，阮有去行一轮，阮真欢喜。除了旧年是马街150年以外，嘛是一重要的日子，就是妇女的女宣吼，妇女的宣告。拄啊好100年，所以我嘛有邀请咱七星中会的妇女部的部长来甲阮讲，因为伊参与伫咧妇女部的事工真侪年，嘛是着甲阮介绍伫咧即个部分吼，妇女的事工这100年来吼，除了伊的解说，伊的宣达，妇女伫咧教会是扮演真重要的角色以外，我嘛有邀请。吕启明牧师，伊嘛有甲阮讲，伫咧台湾足侪女宣吼，足侪信仰的前辈，伫咧女性伫咧信仰顶头真好的见证，嘛，互阮会当了解。除了团契聚会以外，我嘛有去做家庭礼拜，上重要，我嘛有参加有成立一个读册会，即个读册会，因为时间的关系，嘛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敢若读一本册，但是我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的开始。阮是分享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吼，就是浪子回头一个一幅画哈，然后由那个卢云伊来当甲阮介绍这本册，吼，所以阮安尼读一本册，我嘛感觉讲会当搁继续落去。我嘛有参与伫咧妇女事工部的例会，甲伊的联谊会，有参加公道日，特别伫咧遮邀请大家，因为今年的公道日是为着咱台湾来做一个100多间的国家，要为着咱台湾来祈祷，所以咱嘛希望大家会当为着咱台湾来做一个咱嘛有一个行动吼，所以伫咧3月初3的时阵，迄天是公道日的一个主日。诗班嘛有参加复赛，搁有探访会友，搁每一年的过活节的彩蛋嘛是阮妇女团契来做。今年咱嘛有做义卖会，为着教会建筑奉献来做义卖，参与圣诞福音下午茶的一个活动。所以咱会当看112页，回顾内底甲明年的展望吼，请咱家己看。这是有一个短短影片，请咱大家做阵来欣赏。这个背景音乐是阮妇女团体所唱的。订阅在做视讯的关怀，阮有读册会。这是邀请马街的关怀师来做一个分享，阮家己画阮家己心内的图。牧师是每一个月头一礼拜来阮做诗篇的导读。这是阮春季的时有去马街的故居吼，有去淡水遐一日游，去参观真理大学。小白宫，
后去拜访淡水教会。我嘛有邀请迄个丰婉如基金会来甲阮做家事的管理。邀请张杰传道师。邀请赖慧丽长老来甲咱讲旅游。邀请温先生来甲咱做家己的分享，世宏长老的旁聊，伊是这个部分的专家。就是去千穹节遮做家庭礼拜。是交接，明年的咱的会长是千穹节。主日的恨惜，做彩蛋，这是用天然的迄个植物染吼，所以拢很健康。寄一张卡片吼，甲咱客户后壁伊个彩绘玻璃的一个姐妹，这是张姐妈做的蛋糕。然后我做一个义卖会，这是义卖迄天，做到的咧，足侪大家拢有来参与吼，然后参加妇女部的聚会。活动不哩多，有第一信用方面有真好的做酒，也有灵修会，嘛有茶经营。好，谢谢大家。好，多谢。咱煞只咱来看114页迄个壮年牧区到特别要报告，啊无咱就是看迄个书面的报告，
迄个恒志长老要代替吼，包括迄个青年的牧区。今年众人牧区的部分，加一组是火水小组，是拜六聚会，今年开始来进行。那感谢旧年同工的付出，咱详细看114页同工的部分，然后咱看115页，115页顶悬的部分，请大家详细看，因为顶悬有逐小组聚会时间甲地点，希望大家会使找你适合的时间来参加。然后我特别要报告是2023年有3个福音聚会真重要，希望大家会记的，会使趁这个时间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因为咱伫福音分享会时是真好的时间，咱会使跟咱的朋友分享咱对信仰明白，嘛会使伫迄个过程中来回应讲员所讲的代志。第一个时间是6月10号，一拜六。第二时间是11月23拜4，第三个时间是12月10号，这3个时间希望大家会当家记起来。咱来看小组的部分，小组同工整理真详细内容，伫遮请咱大家来看。我特别报告2组就好。第一个是幸福小组，幸福小组伊有线顶的聚会，嘛有实体的聚会。像咱一年有52个礼拜，因聚会了51摆，这是真好的吼，因为一直坚持这个聚会习惯。伫这小组聚会时，会分3个部分来进行。第一个成长的部分，譬如讲，因会读圣经，一礼拜读1章，吼。然后，因会互相关怀，分享咱最近拄到代志，搁带导的事项。带导嘛是咱信仰中真重要的部分，因为有时咱透过带导。咱不只是了解咱甲上帝关系，咱嘛伫别人身上看到上帝对因的应尽。然后第二个部分要报告的小组是亲子小组吼，亲子小组是有时一个月一届，无就2届聚会，时间拢是10点40分。今仔咱厝有囡仔会使来参加亲子小组，拢是儿童主学学落遐，因为咱知上帝是。咱知囝儿是上帝父母的产业，咱安怎来听咱的囡仔，因就安怎来明白上帝。咱的囡仔哪亲近，因以后甲上帝关系哪亲近。总是咱真努力，有时咱拄一寡困难，因为教囡仔总是容易受囡仔影响，所以咱需要有一个团体会当来相甲扶持。有时咱厝会拄着一寡代志，其实别人嘛拄着。咱伫迄互相分享中间，就会使同尾解着一寡，得到一寡头白安尼吼，嘛会使了解一些安怎教囡仔方法。亲子小组基本上是因的成长部分是读一本册，然后大家轮流来分享，然后再来分享恁厝的拄的代志，搁带倒的事项安尼。其实这嘛是参加小组共款的方式，就是讲，有时咱一个人亲像咱会。伫无共款的情况中间有好有歹，总是亲像一个火炭，你若家己烧，可能有阵时真烧，有阵真冷。如果真侪火炭斗阵时，会加好侪较烧。所以希望大家会当找家己适合的团体小组来参加。咱看青年牧区的部分，青年牧区的部分，保护小组是礼拜日下晡1点到3点聚会，共款有2个时段来进行，就是查经甲生活带导的部分。然后乡邻小组是拜六，主要是拜六聚会，有时是礼拜日，然后做敬拜练习的部分。大家有适合的时间，拢会再欢迎来参加。以上。来好，敢有人要请问？若无，咱来请迄个谢宏长老来报告外电部门120页。各位兄弟，感谢恁用耐心来看、来听今日的这个和会报告。而且，咱120页的所在看到外电部门伫旧年甲新的一年，这个同工的这个组织，刷落去就是121页。这我要报告的就是，咱用咱教会的资源，伫
伫即个动摇曙光内面，咱参与着即个用咱的空间和即个社会有一个关系的结连。首先就是即个物资的捐赠，即个计划内面就是咱的国会的同工，伊看到讲，平平即个会计师工会，因将白米放伫即个庙市，也是讲迄个公庙来分赠伫即个地方的所在，即个需要的人，是安怎咱教会来来拍开即个门的可能性，互人来行入即个教会，互因行入咱教会了，有互相的照面，迄个面对面来讲话，所以咱伫遮来直接来诚做一个欢迎因来甲咱的教会，所以咱伫遮有看到这互动的这个部分，过来就是伫儿童营的部分，去年是停办的状态，这个南港堂，这是要用咱的教会这个礼拜堂这个所在，诚做是咱和社会对话，用咱的信仰来关心咱本身甲社会议题，去年咱有看到这个马偕伫咱台湾150周年，过来就是这个宗教改革505年，过来就是咱有看到这个青年面对大的问题，过来看到第4项就是古迹这个写生甲这个导览，这个所在，咱用咱的空间，诚做是这个青年，也是这个学生，特别因有这个暑假爱做功课的需要，所以因会来甲咱的教会来做一个写生的这个功课。那么诚做咱含伊一个互相认捌的机会。伫这个机会内底，同趣味的所在就是你甲伊接待，你看到伊伫这个日头骹，有当时啊是喙焦，有当时啊是无迄个所在好美凉，暂时因嘛有可能入来咱教会这所在，教会特别安尼个开冷气，互因伫遐无互因着沙，所以咱伫这个听惜，甲因咧，互因伫遮互彼此看见，伫这个空间内面来发生。古迹导览这个所在，就是建筑师伊设计这个空间，就是要人甲人来伫遮相拄。咱伫这个所在，要引带人甲上帝来相拄，来见到上帝，互伊生命得到更新、搁拯救的机会。所以去咱看123页，伫福音队感谢主，伫旧年，咱受到迄个司马县教会，这是不甲这个教会的这个接纳，咱的这个教会同工，主要是同工，赵牧师伊含我，搁咱一类青年。阮小小一台车5个人去到遐，受到真大的疼惜。迄个疼惜就是，阮毋是要去改变因的状况，是阮得到改变。拄拄仔伫咱装备部门，我听到即个社长长老伊来看到即个咱教会需要将咱的下一代来放手。我嘛是伫即个服侍的过程。伫即个外展部门有一个足大的看到，就是我需要甲家己的自我中心来放落，来换做即个上帝做我的中心。要行出即个教会，是要见证上帝，毋是要见证我的手骨头，毋是要见证我的老气力，要来帮助人，是咱得到帮助的迄个见证，入去甲迄个。咱即个远远的所在的时阵，因看了嘛真感动。所以，阮本来烦恼者、烦恼大，因提供，因伫因不足的中间，因甲因的房间互阮困，
无阮本来要困教会所在。教会所在真正是我伫山边，所以真担心，伊嘛烦恼，烦恼的过程，互阮得到搁较好的即个款待，阮真感谢。啊，伫迄个过程，阮用心、真心来听迄个部落内面的即个长辈，伊讲着因较早的代志，连因的囝儿嘛毋捌听过。伊拄着外人愿意讲，但是家己的囡仔煞无愿意讲，是安怎？可能有迄个无好势的所在，因需要面对。但是拄着阮的时阵，阮直接来见面，来将迄个代志讲出来，来交托互上帝。迄个愿望甲迄个拯救，甲迄个医治伫内底吼。啊，伫遐我嘛有享受着讲吼，别个教会伫遐啉食佚佗的时阵，我嘛对你吼，拢对有着阵啦，嘿。所以欢迎伫即个新的一年，有当工要去遐吼，做伙来见证上帝对我家己的改变，对家己的改变的，会用来做伙来行。第六项，婚姻的事工，这个事工吼有偌重要，就是讲吼，咱是一间厝，是一间教会。伫厝内底吼有冤家，伫教会嘛有冤家，但是重点就是讲，我伫厝内底冤家袂煞的迄个过程啊，都袂晓冤，黑白冤，袂晓讲话，袂晓听，嘿，这个所在无得到帮助吼，来甲教会共款听无。所以若听有，是伫厝内这个部分先甲建立要好势，咱会学着互相尊重。互相尊重就是讲，毋是我正做头，是耶稣做头。伫咱教会，耶稣做头，迄个重要的决点伫即个所在。咱互相伫遮三件，咱互相伫厝里三件，拢需要耶稣做咱的头。吼，所以这个婚姻的关系，这内面有足侪课程是通过小组。一组，所以这顶面写甲密密麻麻足侪代志吼，这是拢分工进行。啊，感谢咱教会长老吼，因带，伊伫这内面，互阮得到足大的帮助。因为有的人是有迄个文书做这个看见、听见，伊的苦情需要互看见，吼。啊，伊去互看见的时阵，伊会得到医治。过来，请看这个幸福学堂，咱伫这个总会，伊伫咱这个所在，借咱的空间，哦，办理一个双清济南的学堂，哦，这个学堂伫遮开始是应望讲来，和这个社区的这个失智的这个长辈得到照顾。当然，咱要讲这个失智的过程。有一寡面对的问题，我无希望讲我叫用失智，但是照迄个标准来看，我家己去测验，我嘛失智的，吼。所以这问题就是讲吼，迄个失智吼是无中治，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有迄个倾向。啊，伫内面咱是互相爱有一个迄种提醒，就是讲，咱若无好好照顾家己吼，迄要变做有记忆变做无记忆，你嘛有迄个生活中有迄个经验看到，迄。无几个月就变做安尼，吼！我家己的迄个舅妈就是安尼，吼。好，过来就是济南桥，这是咱伫网络有连接，吼。时机策展这个部分，咱通过这个今麦计划要是编修新的这个导览的这个迄种吼，叫做手册也好，也是一种单张也好，吼。这咱要准备知青，嘿，这我讲袂清楚，青枝节吼。这个部分，咱是和咱的包括咱教会甲其他教会的青年，伫咱这个所在有做伙学习，因将因所关心的议题，成做一个邀请讲员来遮做伙来讲、来听的机会，头拄仔这双清济南学堂有报告过啊。第4点就是伫咱坐甲即卖的所在互恁伫遮等甲即卖。咱有一个足大的愿望，就是咱伫遮互相看见，毋若欢喜，嘛有咱家己的苦难，
吼，咱有听见上帝的话，伊的话拯救的话入伫咱的心，互咱有望，嘛有法度有机会讲出来，互咱的彼此听见。过来就是咱有法度开始分别，毋是我伫受苦尔，是咱的厝边，是咱的会友、咱的兄弟，拢有苦难。咱做伙受苦，咱做伙伫上帝的天地、伊的意志、伊的帮助内面做伙。咱嘛看到讲，咱需要放手。放手这个部分就是爱交上帝做主，是咱的上帝引带咱的囝儿孙行出这个教会，行入去伊生命甲上帝结连的这个迄种伊的人生安尼。所以咱伫遮做伙见着上帝，嘛要做伙跟对上帝。啊，感谢这个郑阳恩老师伫这个所在，互我这就最好看见，这就是咱的约伯记。哦，这是我的生命约伯记。伫遮以上报告，咱做伙伫遮享受，甲做伙伫遮领受，啊，做伙伫遮鼓励。以上。好，多谢。我来补充一下吼，咱即摆迄个双亲济南学堂，咱上早教会吼改建好了后，咱就是想讲会通来做日照吼，日照其中有一环就是关怀据点，因为咱这个里叫做幸福里，幸福里已经有台北市的政策是一个里一个关怀据点，咱其实这个里啦，底有2个关怀据点，所以拢已经满。所以咱要清这个关怀据点的时阵，都无法度过，但是后来政府有设这个失智据点，这失智据点就是你半年来参与的时阵，你爱去摕到迄个 CDR 的这个报告合乎迄个轻度失智，我有当时讲迄个健忘也是有点轻度啦，所以因一开始的时阵，迄个册的老师就甲我问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伊叫我讲出4个东西啦。伊讲第一个东西这个公车第二个譬如讲是迄个摩托车第3个游艇。第4个是啥物件？了后叫我讲一遍，我第一遍讲清楚，伊喊我开讲尾讲，那我第一个问题那4个你能说出几项？结果我袂记一项啦，我袂记一项，因为迄个直升机啦，伊当时甲我讲，我袂记直升机啦。伊甲我讲，牧师，你忘了一个，所以你有轻微的失智。我讲，安尼我嘛当参加，就笑啊，其实迄拢是咧延缓我们的退化所以真感谢上帝，因为咱嘛无可能讲去聘请专业的社工，物理治疗师，来伫咱中间咧做，所以咱总会有这个双年长春基金会，还有福建这个产业协会，即摆福建的理事长就是咱关长老所以迄个配合，就是因遐有专业的人，咱配合咱的场所来提供咱的场所互因用。咱嘛对因真歹势啦，咱有甲因收租金所以一开始因为要符合迄款的资格就是爱有迄个 CDR 的迄个报告旧年是试办，今年算正式今年是周1到周5拢有办规工的其实是透对透早9点就会当来，下晡4点就会当下课咱迄个时间是安尼，咱兄弟若有需要真正会通来参加我有当时中昼去合因参加，迄个中昼因咧教啥口腔操啦嘴安怎动让你的唾液能够分泌食物件的时阵较好吞
吼，较袂过着安尼，吼。啊，我感觉这拢是真趣味。啊，迄个物理治疗师来上课。啊，顶礼拜阁有一个迄个小丑剧团，哦，小丑啊，吼，小丑啊，4、5个人坐阵伫遐喊名胜，还吹气球，大家踩气球，我拢惊老大人会跋倒。啊，袂呢，因拢真好势，嘿，啊，耍啊亲像囡仔安尼，哦，啊，真好吼。啊，这是迄个咱咧讲迄个据点啊，因为咱一开始望会通关怀据点，哦，但是迄个咱就无法度做，咱就做这个咱的松青的这个据点，吼。啊，除了这个据点以外，其实咱还有一个据点，就是触转据点。触转据点就是228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的家属的陪伴，但是这个陪伴是要专业的諮商師、心理師，這個部分嘛是佇松青內面的協助。因迄個自會較簡單，就是1個月會自會一遍。因有社工，因會去做電訪、家訪等等遮的。哦，這是即馬因較袂去佔着迄個空間的這個問題啦。因為因的需要服務，有當時因是集合，佇咱遮集合了後，帶出去外口。哦，去行行的，這攏會通對因來幫助。哦，其實咱家己教會內底嘛，幾個會友是佇這個衛福部觸轉據點內底的受助名單啦，吼。這嘛是咱會通做的，咱就盡量來做，互咱的教會佇這個空間，吼，會通發揮更較大的這個功能安尼。哦，這以上我做一個簡單的補充。咱來看126頁，咱今年度的這個計劃，包括咱的組織，包括咱的組織圖吼，時間圖，攏佇咱的手冊中間。特別129頁，我來報告一下。咱每一個部門咱的請款攏是愛咱的負責的長老簽名吼。毋是講你買你去甲長老請，毋是。是迄個部門有接納講咱要做這個代志，毋是你個人會通去做，吼，就是講這個部門照迄個時間受交代，咱去辦理，伊有一個預算，吼，咱就辦了後，甲這個部門的長老吼迄邊落去請款吼，所以這個相關的費用吼內容攏寫佇頂頭吼，咱的長老伊去簽名。哦，伊去審核安尼。咱130頁到佇最後是咱規年度，咱佇舊年時間研討會了後，吼所接納的時間，這接納的時間當然到佇會員學會以前來當調整的吼，愈正確的吼，咱會閣調整，吼所以後來調整了後，就是印佇咱今仔日的手冊，這攏是一個有定的時間，有可能咱佇今年有當時會去變動啦吼，但是基本上咱的時間會照這個表所寫的來進行吼。那安尼以上來報告，互咱兄弟來知影。來，毋知大家對佇以上的報告，敢有人要請問的無？若無，咱今仔日的會員學會佇遮要來完成吼。我想對佇這個報告，也是今年的計劃書，咱嘛是愛有一個表決啦，就是講吼，咱若贊成這個報告甲計劃書的人吼，咱這邊提議吼，咱就是舉一個手來做一個接納吼，咱贊成的請舉手。來好，多謝。安尼咱最後咱來請迄個永頌長老來帶領咱。來做閉會的祈禱。咱做伙來祈禱。天父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謝你，過去一冬，你引帶阮所有正當工佇各部門來進行你交代阮的使命，阮獻上感謝。阮也紀念這當工的付出，阮也展望今年阮要做的事工，求主你引帶阮，
互阮瓦克里，互阮这南教会会当诚做啉捌主，需要啉捌主的人会当亲近的所在，帮助阮的教会会当更较积极，伫福音的事工有份，也帮助阮也会当互即个所在诚做需要安慰、需要帮赞的人，会当来到即个所在来得到帮赞。求你帮助阮，互阮这南教会会当所做，会当用光你的人，帮助阮所设定的计划，会当得到主你的引带，保守阮的肢体有欠安的、有艰苦的，主你。